后来，再来是台中市的消息，而这个台中市坐公车本地受优待，会当免费坐10公里，若超过10公里，嘛只要开10块银。也毋过明年开始，只有涉及伫台中的市民，或者是伫台中读册的学生，以及市民的外籍配偶，才有这个福利哦。符合资格的民众，后个月摕悠游卡或者是一卡通到指定的地点白卡认证了后，就会当继续来享受这个优待。若其他县市的民众虽然袂当来免费，但是用电子票证也是会当来赎5块。即马台中坐公车只要用电子票证，10公里内毋拿免钱，超过10公里上侪只要收10块。毋过明年开始改变，交通局讲未来会使免钱坐公车的，敢若3种人，4年以及4名的外籍配偶，也就是我们的新住民，以及在台中市就读或大专院校以下的一个学校的学生。这3种身份的人，12月开始会使摕身份证和家己的电子票证到市政府、区公所、户政事务所、图书馆或者是捷运站进行身份认证。整个学生的那个版卡这个作业，这个部分我们会跟学校端来个配合。交通局嘛要调整台中捷运附近的公车，票面捷运开始收钱了后，乘客因为公车免钱，无爱坐捷运。如果跟捷运站有重叠度比较高的时候，他会把它做路线做调整，不要重叠那么高。交通局解说，明年开始无进行身份认证的乘客，虽然坐公车要钱，不过只要摕电子票证来坐车，也是会使享受减5块的优待。